找个这个夹收件夹的夹，这么不容易找。你看这里有箭头向上向下，按向下的这样箭头，找这么多次了还没有找到夹。木夹子、铁夹子、收件夹、文件夹，不是那个夹，不是资料夹的夹，是有像注音符号 for， 那 for 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久没有用，忘记了。里面是个夹啊。按这么久了都没有找到呢。文件夹呢？收件夹，不是资料夹的夹，是一个像注音符号 for， 它里面有字哎。找这么久了还没有找到哎。哎呀，找这么久竟然没有找到夹嘞！要用打字串的方式来显示出来。还是没有出现。哎呀，怎么会这么难呢？找一个夹这么困难呢？铁匠那个匠啊，金换成那个金换成什么东西呀？哎呀，忘掉了，真是的，久没用就忘掉了。看影片呢，看影片可以看到那个字怎么写。有没有看到甲乙丙丁的甲啊？有没有看到收件夹？甲乙丙丁那个夹，媒体库收件夹。里面一个甲乙丙丁的甲，找这么久都找不到那个字啊！怎么这么困难呢？找这么久还没有效率。就是没有办法。古怪。
啊，用那个手写的木匠的匠，那个金换成甲乙丙丁的甲，它就是木甲，收件夹。这找那么久找不到那个夹，哦，真的是有够没效率，怎么会这么难呢、找那个夹找这么久找不到，改用手写的，手写的。哦，你看手写的马上就要出现了，哎呀，以后找不到那用手写的。木夹，但是它那个名称叫做收件夹，收件夹。